我係患咗嗰個管腔乳癌咧第3期，切咗出嚟之後咧，發覺咧佢都有擴散，所以咧我就要再做一啲跟進嘅治療，電療啊同埋化療。我係2018年尾到確診嘅，咁就係乳癌2B 期咁樣咯，就要做手術啊，咁要化療啊、電療啊、標靶啊嗰啲都要咯。廖康佳 YH0618 茶包以科研角度設計，唔會同化療藥、其他藥物或中藥衝突，適合化療相關人士日常飲用，亦都可融入一般生活。通過本地大學臨床研究，證實減少療程毒素及不適。香港醫護市場調查及策劃透過新聞發佈會向公眾分享市場資訊，同時進行醫護人員問卷調查，收集專業意見並整理相關數據作客觀呈現。產品一共獲得97%醫護認可。化療病人福音，健康博士廖康佳有助舒緩治療過程嘅痛苦。大學科研成果，致電24243001索取相關資料。